鳌拜与另外几位议政大臣不同，他是武将出身，是靠着赫赫战功破格封王的。这与郑亲王他们本来就是旗主重臣不同。再说，皇额娘救过鳌拜的命，鳌拜最忠君，鳌拜平日里对皇额娘更是忠心无比，所以我们只要说服鳌拜同意交印，这样的话，其他议政大臣只好妥协。皇帝想的有道理，可太过于乐观。刚才鳌拜对额娘的态度虽然十分恭敬，但也是明确坚定。况且鳌拜跟郑亲王在很多事情上利益是一致的，要说服鳌拜恐怕是万难。皇额娘，儿子认为，是否能避免这致命的凶？册封董小宛为皇后，也永远不会册封董小宛为皇贵妃。好，儿子答应皇额娘。还有一件事更加重要，那就是皇帝绝对不能和董小宛生孩子。这件事情，儿子之前已经答应过皇额娘，皇额娘你就放心吧。王先生，他已经认输了，得到了教训，就放了他吧。训练一个武士，殊为不易呀。你们都听着，我是你们的主人，我花重金培训你们，是要让你们每个人都成为无敌的武士。想成为无敌的武士，必须要有高强的武功和剑术，必须要知己知彼，战无不胜。这个武士，他狂妄自大，盲目轻敌，他的死是必然的。这个人不是武士中的高手，而是武士中的失败者。我杀了这个人，是要让你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真正的高手。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明白了。金太医，朕问你件事。朕今日册封了董小宛为德妃，这事儿你知道吗？臣回皇上的话，这事儿臣已有耳闻。臣恭贺金太医，坐下说。臣不敢。金太医，朕当年是你接生的，朕和皇太后也是你给看的病。现在你年纪大了，朕许你坐下说话。臣谢过皇上。皇上，为何要问臣是否知道封妃之事啊？朕问你的不是这个事，朕要问的是，你给德妃用药避孕之事。皇上，臣是疯了。瞧把你紧张的。行，你就站着说吧。朕知道，你是奉了太后娘娘的旨意，给德妃用的药。朕不也是一直在用你的药吗？这事朕不会对你有丝毫的责问，你可以放心。臣谢皇上天恩。臣的药对皇上和董主子，对德妃娘娘不会伤及身子。朕问你的不是这个，朕要知道的是，你给德妃用的药是让她完全不能生育，还是留有余地？臣回皇上的话，太后娘娘旨意不能伤了德妃娘娘的身子，所以臣的药力比较徐缓，但也能确保德妃娘娘不会怀孕。但是，这药若持续用上1年以上，德妃娘娘想再怀孕，怕是很难了。
你是说德妃停止用药，朕也停止用药，德妃也很难怀上孩子了？是这样，是这样。金太医，朕来问你，你要如实回答朕的问题，是否有办法让德妃重新怀上孩子？这个，你照实跟朕说。皇上，臣有秘药，可以慢慢化解如今所用之药的药力。朕明白了。金太医，今日朕和你的谈话不可以跟任何人提起，包括皇额娘，否则朕便治你的罪。眼下该用的药你照用，太后那里你没有任何失职，明白吗？臣明白。退下吧。小婉，朕与皇额娘这番深谈，令朕震撼，也知晓了局势的凶险。朕三思之后，决定同意皇额娘的条件。皇额娘的处理如此有智慧，真是皇上的福气。皇上同意了皇额娘的条件，小婉这是打心眼里高兴。小婉最担心的就是皇上与皇额娘闹宁死掐，真是那样的话，这整件事就毫无转圜的余地了。宁静致远，隐忍负重。董姑娘对皇公子的一席话，那可是如余音绕梁，皇公子从来不曾忘记。了不起！惊涛裂岸，黑云压城之时，皇公子还有心情说笑，小婉呐，真是服了。等着瞧吧，等有朝一日，朕解散了议政会议，这纸约书便是一张废纸。待朕乾纲独断，文治武功，彰照天下之时，朕将重立新后。朕真正的皇后，只能是小婉，只能是朕挚爱的董小婉。朕与小婉，还将生下满汉合璧的阿哥、格格。你看看，有了皇帝的约书，议政会议应该放心了吧？有皇上这份约书，老臣们就放心了。老臣代表议政会议向太后娘娘鞠躬致敬。太后娘娘又一次化解了朝廷的危局啊！是太后娘娘圣明。起来吧。谢太后娘娘。坐吧，坐。啊。这件事是哀家应该做的，也是必须做的。说实话，皇帝这份约书来得不易，哀家同皇帝这番谈话进行得十分艰难。
太后娘娘，臣深知这份约书来之不易啊。臣看到了皇上的亲笔约书，感动至极啊。臣心里明白，皇上是在太后娘娘的苦心劝说下，为了大清的安宁，才做出了牺牲啊。敖大人，太后娘娘已经将危机化解了，这是我大清的福分呐。太后娘娘，这份皇上的约书还是放在慈宁宫吧。不，皇帝的约书是对议政会议庄严的承诺，理应由议政大臣保管。若是皇帝做出任何违约之事，议政大臣就可以拿出来行使你们的权利。郑王爷是议政会议的首席，这份约书还是放在郑王爷那里吧。哎，不，对，郑王爷放你那儿最好。哎，不，约书啊，还是放在太后娘娘这里吧。郑王爷，别客气，这是大事，得照规矩来。那老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太后娘娘，老臣手拿着皇上的这份约书，感觉真是责任如山呐。老臣相信，这是皇上唯一一份写给议政会议的约书。这种事情，往后永远不会再发生。不错，这件事不会再发生了，也不可能再发生了。是啊。婉儿啊，今日朕不歇南院，这里没你什么事了，你可以退下来。皇上别赶奴婢，时辰尚早，奴婢哪敢入睡？奴婢也想听听娘娘的仙音仙曲。皇上，这婉儿在南院也尽心尽力，今日皇上高兴，不如就让婉儿留下来，咱们一起乐呵乐呵吧。好啊，既然德妃想让你留下来，那你就留下来吧。奴婢谢过皇上，奴婢谢过娘娘，快起来吧。是，姐姐进宫以后便没有正经唱过曲子，今天姐姐册封为妃，我们应该唱曲祝贺呀。这夜深人静的，姐姐怎么敢放声高歌呢？要不是皇上想听曲儿，姐姐可是连唱都不敢唱。皇上今天怎么突然想听曲儿了？今日朕的心情跟扣扣一样，朕好不容易才给了你一个名分，今天必须要好好庆贺一下。小婉，从今日起，你在宫里就可以自由了。你想出南院去走走就去走走，你想在南院唱曲儿就唱曲儿，没人再敢说你什么。是。那臣妾在此谢过皇上。平身。谢皇上。拿起，这里坐。谢王爷。本王的这个灵珠妹妹真是颇为聪慧啊，了解本王，她竟然猜到本王会有秘密的行动计划。此事连我阿玛都不知道，她能猜得出来，了不得。王爷果真有秘密行动，那王爷是何计划？能否告诉纳奇？纳奇啊，这些事情呢，都是我们男人的事，你不用知道那么多，啊？王爷不告诉我，可有人会告诉我的，是吧，哥？纳奇啊，若王爷不告诉你啊，哥哥也不敢告诉你一个字。
举望看不足，行宫见月上仙色，夜雨闻铃长断声，天旋地转回龙日，到此踌躇不能去。皇娘，德妃已遵照您的旨意迁入了钟粹宫，但是没有您的旨意，她还不敢过来给您请安，所以儿子就先过来向皇额娘致谢。既已封妃，便该住进后宫了，皇帝谢什么呢？儿子谢皇额娘为儿子做的一切，儿子也深知您对儿子的一番苦心。既然皇帝知道额娘的一片苦心，额娘有一些话想告诉皇帝。这今儿太阳是打哪边出来的呀？这太阳还是从老地方出来的，只是那董小宛已经升为德妃。事情重大，臣妾们希望皇后娘娘带领我们去见皇额娘，将我们对董小宛的想法禀报皇额娘。皇额娘要想见我们，自然会传旨过来的。可现在皇额娘并没有旨意，我们还是不要去打扰皇额娘了吧。这种事情怎么能够说是打扰呢？
这么整齐来看哀家，这是谁的主意？谁带的头？要说请安，也不是规定的时辰呢。回皇额娘，臣妾本不想来，是他们到坤宁宫请求臣妾，说定要来同皇额娘说说话。是德妃的事吧？那是哪个的主意？怎么没人承认？皇额娘，来慈宁宫是臣妾起意带的头。这2日，臣妾们一直都在为董小宛封妃一事感到寝食难安，颇多不解之处。这德妃便要同臣妾们一同侍奉照顾皇上、皇额娘过日子了。可是这德妃身份特殊，我们该如何与她相处？臣妾认为颇有必要听听皇额娘的意志。既然皇后告诫过了，那么额娘就不再重复说这些话了。那2位贵妃是如何回应皇后告诫的？皇额娘，董小宛进入后宫，与在南苑性质不同，臣妾会注意与董小宛保持距离的。兰贵妃为何不说话？皇额娘，臣妾能升为贵妃，只是做梦也没有想到。臣妾叩谢皇额娘天恩。好，你已经谢过恩了。如今回答额娘的问题，你还会同董小宛认姐妹吗？臣妾不敢。臣妾与德妃会保持距离的。这个距离定要分明，你知道吗？是。坐吧。谢皇额娘。有了皇额娘的旨意，臣妾们便知应该如何做了。静妃一直没有开口说话，情绪似乎不太高啊。皇额娘，臣妾经此次变故之后，一直在思过悔过。
皇额娘和皇上特地给臣妾赐封静妃，臣妾深知皇额娘和皇上对臣妾的良苦用心，这是有意让臣妾磨练自己的沉静之气。臣妾并不是情绪不高，还望皇额娘见谅。好，你能明白皇帝和额娘的苦心，有意修炼沉静之气。姐姐这衣服真好看，是吗？扣扣，你说我明天穿这身衣服去拜见皇额娘，怎么样？姐姐穿什么衣服都好看，只是姐姐能穿的衣服啊，实在是太少了。这后宫嫔妃的衣服全凭皇上和皇额娘赏赐，都是依据名分和地位来定的。皇上倒想赐姐姐一些新衣，可都被姐姐拦住了。有这2-3件足够了。本来姐姐在后宫就恩宠过多，倘若姐姐再不知深浅，就不知又会给皇上平添多少麻烦。这件衣服还是当初我们刚入宫时，皇上吩咐制衣局为我赶制出来的。姐姐，要不我们再试试这件？好啊。扣扣，你看这件怎么样？姐姐穿这件衣服啊最好看，明天姐姐就穿这件衣服去慈宁宫请安，到时候啊，一定让那些妃嫔们都妒忌死呢。那便不能穿这件了。啊？这为什么呀？姐姐的穿着以得体为宜，不能招那些妃嫔们妒忌，否则的话，以后更难在宫中立足。算了，还是穿回之前那件吧。